唱咩歌啊？我哋今日話有啲説話同啲同學講喎。忍唔住啊！忍唔住，咁你講先啦。咁好快放榜啦！無論大家拎到咩成績都好啦，考得好嘅同學固然要繼續努力，考得唔好嘅同學都唔好灰心，你總會有掂嘅地方。總之送俾大家個字，掂啊！人生裏面有好多唔同形式嘅放榜，每一次放榜最重要嘅唔係成績，而係成長。每一次歷練嘅成長都係人生裏面好重要嘅得着。相信到咗呢個時候，大家對於自己之前嘅努力應該心中有數㗎啦。既然係咁，無論出嚟嘅成績係咩都好，最緊要鎮定啊！仲要快啲將之後嘅應對策略定落嚟，千祈唔好等埋發叔啊！放榜要定，成績超勁！如果打算要出去留位嘅話，就記得帶齊晒所有文件嘅正副本啊！拎到成績就可以出發㗎啦。咁最好咧就係搭地鐵、火車或再轉的士啦。咁不過如果到時真係收到成績之後，發現成績真係考得好好嘅話，就即場可以攞晒所有文件嘅副本出嚟撕爛佢，咁都係一個好有霸氣嘅表現嚟㗎。如果同學成績未如理想，千祈唔好灰心，一字記之啊，心！只要用心，堅持到底，你一定可以揾到理想出路嘅。阿朱到嚟啦！上咁多位一個字，快字。大家收到成績之後，要盡快決定好下一步嘅動作，亦都希望大家收到成績嘅時候個心情係開心、愉快嘅。Everybody！ 天后繼續唱。係咪可以直接講佢？你跟我邊？愛他不夠愛，辛苦晒豬。Next。做咩啫你？待他不夠愛我，原來我錯口比錯。 Everybody！